我的救恩已经分，我的公义要显明。人安尼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守安乐礼无干犯着，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只互人有福气。再来是圣诗，圣诗第152首，圣诗第152首，我来邀请你救赎我的主，请起立并传首。
感谢，感谢你无放生我，感谢你的今日互阮有好的天气，会当来到遮。我嘛知圣经安尼讲，你无去惊吓，因为我甲你三甲一块，无去忍的，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得甲坚固你，我得甲帮助你，我得甲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这是阮所有兄弟姊妹透过诗歌敬拜、祈祷、信心，要甲上帝有好美好的交汇。求上帝伫礼拜中换手伫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身躯，互心情艰苦的当得到好办，互身体健安的会当得到医治，心灵悲伤的会当得到安慰，搁伫伊的生活中会当得到医治变治。阮要自算你的恩典无煞，阮的心何等的感谢，若毋是你的带互阮看顾较保守，阮就袂无法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甲艰苦。今仔日是总会时间奉献主日，感谢你带领总会所有的同工，赐予因智慧甲未来，互总会时间会当顺利来进行。后来借着各中会甲你所有的地方教会，阮愿意伫即个时间中献上你必须的力量，求主你来纪念。我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再来看圣经2篇记载，是用马太福音18章到30节。马太福音11章28章到30节，第一汉语本是13页，罗马本是15页。28章，恁若同来，就随由我要互恁安息。我的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胆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情就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胆是快，我的重是轻。好。
亲像耶稣基督要来操练成长即个成长生活的系列，互咱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信仰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已经到第八讲剩最后一讲就是会当针对耶稣。今仔日咱要讲学亲像基督，学亲像基督会当互咱的生命会当来成长。今仔日的经文是伫马太福音第11章28、29、30节，现代台语汉语字本，现代安尼翻译，咱做伙来读，请落苦为人行的人，拢着来我遮，我的护领安着，着为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甘顺。安尼，恁的心情就会得到安乐。我的担合用，我的担心轻。而且30节讲，我的担合用，我的担心轻。这较新的翻译这个担就是负担挂伫咱的阿妈棍安尼迄个担，结果是量身定做，互咱食合用这个担上帝讲，伊要互咱的担真轻，因为是对伊领来的，伊即甲使咱对咱，互咱伫即个世间所有的一切的艰难，会当伫伊的面前来得到安乐。20世纪的时阵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即个美国的牧师叫做 Thomas Crispo， 伊写真侪歌。即个牧师，伊敢若做牧师1年尔，因为身体足歹尾后就拢无去做牧师。但是伊无做牧师了后，伊竟然会做足侪诗歌，有1200首。其中足侪人拢足够唱的，拢足知影，就是伊拢欢喜的你信实和广大，你信实和广大，你信实和广大。伊信实和广大，上帝的信息哪尼啊广大？我想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经历的这两首是我第2首，咱今仔日念伊要带咱想讲，主我愿像你，主我愿意亲像你，这是爱每一个基督徒心内安怎做羡慕的，羡慕讲主啊，我愿我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你，哪来哪亲像你，下面。咱来看即首主我愿像你，拢总有3节，拢欢喜的咱来同时念了后咱就对诗经带咱会当来家己来请。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甘愿舍弃属地的不足，只要能依赖我主基督。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坚贞，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主，我愿像你，我今迫切求，我愿付代价跟随你行，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无自经营。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坚贞，在我的中心刻你的形象。主，我愿像你，正当我祈求，请向你慈爱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配给你居住，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坚贞，在我的中心刻你的形象。好，咱来念。
今仔日咱的台语现代台语
即个背衣的担，较早咱讲牛爱有一个牛担，就是那个牛轭，迄个担是伫迄只牛的身上，一个迄藤木，行做迄种形。像咱台语现代台语讲，耶稣互咱迄个担是合用的，兄弟姊妹，合用的就是下咱的身躯，每一个人的用拢无共款，总是耶稣伊讲伊互咱的迄个担是合用的，合理的，所以你毋免去背别人的担，你来背主耶稣的担，因为主耶稣伊互你的担是安怎？量身定做，量你的身所定做的，所以迄个担是真合用，所以迄个担是轻的，所以咱毋通看做咱的人生爱安怎？钱多事少离家近，每天睡到自然醒，无即种的生活啦，迄种的生活真正伫世间活袂来野生，所以咱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一定有迄个担，有迄个担。才会互咱的生命会当成长，但是咧，咱要担啥物款的担？咱的主耶稣互咱迄个合用的担。要担啥物款的担？就是担主耶稣的担。所以这三个步调，咱来看讲，到耶稣遐来，来到主的面前。若讲来到主的面前，你绝对会想到讲有一个家庭，就是玛利亚、马大甲列撒罗这个家庭。当耶稣有一遍。去到因兜的时，伫迄个中间有经历一寡代志。其实这个家庭是听主耶稣的家庭。伫迄个中间，玛利亚看到耶稣来，伊紧紧就来讲主欢迎你来到阮兜。然后耶稣其实每到一个所在，伊拢会伫迄个中间就来分享有一寡信息。所以玛利亚就坐伫耶稣的骹前，伫遐咧听。总是马大伫迄个中间，伊嘛足爱耶稣，伊就伫遐去准备，念伊伫遐想讲要安怎来暖米粉，要安怎来做互毋拿耶稣教，伊的学生足济，所以伫迄个中间，马大伊的心就超凡，然后伫遐有甲耶稣讲，耶稣啊，你难道是放我家己伫遮无用啊？你无看我的小妹坐伫遐用用啊，伊哪会即个时阵会当坐伫你的骹前咧，都叫伊来甲我斗相共。耶稣讲，伊所选的是实在是上介好的福分，伊将来大家拢要纪念伊所做的一个是一件好事，一件水的事。兄弟姊妹，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的心拢看到即个耶稣这毋是比如发生即件代志，咱会想讲，哇！耶稣是爱咱大家拢爱做代志。拢来坐伫伊的骹前就好。这咧讲的是一个先后次序。马大嘛是足听耶稣的，伫别个时阵，咱看马大伊所表现出来嘛是甲主的关系是足亲密的。总是耶稣借着即段事要甲咱讲，请你毋通先无用遐的，你先来我的头前，享受我所要互你的即个属灵的大印象。马大啊！我知影你做到主的，总是你所做出来的，是要互人的祝福，你就食吧。总是你先选择来到我的面前，亲近我，听到这个属灵的大印象，互你的生命得到帮助，然后咱再来做伙伫迄个中间，你甲你的妹妹再当做伙来主食。所以伫遮这个假是伫遮。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读圣经，当咱咧听信息的时，不要画错重点，不要画错重点。最近伫新闻内底嘛做出名，对无？所以互咱知影，咱活伫即个世间，其实咱的重点是啥？咱的标准伫倒位来？咱的价值观、咱的思想、咱的信念，其实拢对上帝背起来。伫迄个中间，特别耶稣足济互咱知影讲，到底伫即个中间要选择啥？咱毋是咧骂马大讲咱拢莫做代志啊！伫迄个中间有一个先后次序，所以来亲近耶稣，迄是一个建立一个好的方法，建立甲主的关系，一个真水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咱甲主的关系建立了后，互咱的生命着安怎会当来徛在？
顶礼拜牧师有讲到迄个根基的代志，对无？咱知影前一阵啊，伫新竹有一个有迄建筑公司，然后边啊安怎？伊咧起大楼边啊落一项，一台足好的车，吼，做特斯拉含落边啊，迄是叫做天坑，有无？其实看到迄，互咱诚大的提醒。无毋着咱会当起足水的厝，总是咱的会当讲咱的生命会当起会足豪华的，咱的生命会当足听命的，咱的生命会当非常的光彩，总是咱的下骹是毋是落一项，迄就是根基的代志。吼，根基的代志对倒位开始建立关系，亲近主耶稣。所以兄弟姊妹，毋望咱的信仰的生命内底。检菜有大大细细的坑坑洞洞，拢是求主来引领，而且来显明，互咱看见。咱人看见讲无啦，无，其实咱的根基拢是无的，拢本来是无啥物根基的。咱本来就是无根基的，敢毋是？咱就是外邦人啊，甲上帝是安怎？无有啥物名分。拢无进入伫伊个救恩内底，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咱来掠着，然后安怎？互遐个无稳的，渐渐拢扎起来，吞落地。阮本来是空的，啥物拢无的，所以咱会当起厝伫迄个根基是迄个石盘顶，耶稣基督要将做咱来石盘，所以伫即个中间会辛苦。所以咱来想看卖，假使若无来到主的面前。咱太多有机会会当来认捌伊咧，咱太多会当来明白伊的心意咧。所以咱若无来到主耶稣，咱要安怎讲？我要亲像你，拄仔迄首诗歌讲：主啊，我愿像你。但是主对你来说是很模糊啊，主对你来讲做模糊的，人较实在，拢是教会兄弟姊妹无主耶稣，安尼咱就爱来检讨。是毋是伫咱的生命内底无活出咱的主的形象咧？所以兄弟姊妹团结的生活足重要，但是这个中间显明主的恩典显明主伊的形象，伊伫咱的生命内底的所做是足重是同款重要的。这就是伫教会，所以咱讲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咱的主耶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请问到耶稣，来到耶稣家是啥物意思？来到耶稣家是啥物意思？上界落实的，就是每礼拜会当安怎？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是进入到礼拜堂，朝见主的面，会当通过时光。通过兄弟姊妹伫遮的交陪报乐，然后通过咱的心拍开，通过信息，而且拢会当来亲近耶稣。这会当讲是上界签名的第一个讲来到耶稣家。过来就是讲每一天，你伫上帝的话语内底，伫圣经内底话来到主的面前，迄款讲话的交陪。咱无在条亲像玛利亚会当亲自看到耶稣，但是每一摆你若读圣经的时，你的心就亲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敢是咧？当你开嘴会当读出来时，哇，有够水！所以兄弟姊妹，你会当试看卖咧，特别当你的心特别伫遐咧烦躁，伫遐无在条安定的时，其实你会当读上帝的话。时间摕起来，一字一字来读，遐个字就亲像骨斗共款，将你伫遐安尼起起伏的迄款的心，家己骨落去。特别你若足久无有祈祷，连祈祷都毋知要安怎祈祷。当你伫遐读上帝的话，迄个上帝的话亲自就进入你的心，让你来分开，带来迄个心的一个安稳自在。这是足侪人的经验，就是你会当来读上帝的话。过来，主耶稣讲：你来我遮了后，伊讲来学我，学耶稣伊的温柔，学耶稣的谦逊。耶稣的温和，伊的温柔。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伫遐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
哇，温柔的人无去，要承接土地。所以耶稣伊的生命内底，拢是温柔的典范。所以咱会当对伊的身上来学习啊，甚至伫克西马尼园，当伊伫遐祈祷的时，结果安怎犹大带人就要来掠伊啊！哇，伊的学生有一个就气不不来，安怎倒抽出来，怎啊对迄个罗马的兵丁遐个人对一个人的耳仔来扑落了后，迄耳仔叫人耶稣答伊的学生，迄个就是伊的啦，伊来讲倒收起来。既然耶稣的人就死伫倒下哦，倒收起来，然后伊佫对迄个耳仔来讲咧。迄个萝卜耳仔就收好，所以咱看耶稣，这个人是要来掠伊的，是甲当作亲像犯人賊仔共款。所以学生在伫遐受气，但是伊讲倒收起来，倒收起来，遮尔啊的柔和，过来当场伫十字架顶，已经到即个断开啊，隔壁两个甲伊共款伫遐定遐的犯人，伫遐佫有另外一个伫遐。咧讲遐个话，敢若是咧来骗术。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你若是王，你即摆你着跳起来啊，你着会当出来啊，你哪会甲我共款伫遮受定的？表示你是啥？表示你甲我共款啊，就是罪人嘛。但是伊讲爸啊，赦免因，赦免遮所有做的，包括罗马的人，包括以色列人，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影。耶稣到伫受定伫十字架顶艰苦干呢，结果伊还阁遮尔啊温和，遮尔啊伫遐温柔，伊讲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影。过来学习耶稣的谦逊，耶稣的谦逊，耶稣是万王之王，所以当伊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哇，大家欢喜干呢，伊遐讲大卫的子孙，何塞那，何塞那。王主来的，伊的名也爱来受称赞。但是咱看耶稣，万王的王，伊安怎入耶路撒冷？伊是骑驴仔囝，骑一只细只驴仔。伊安怎进？伊安怎进入迄个到伫耶路撒冷？伊入了后，伊的学生洗骹，诚做罗卜的样式，迄囡仔白的，迄个手囡仔白的。扶落来，甲伊的学生洗骹，遮尔啊谦逊的模样。过来，咱看耶稣伊有啥物款？伊过后，伊的性命经历，伊是用伊要入去要成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结果是安怎？受定伫十字架顶，咱有想着无？所以耶稣伊的宝座，伊这个万王的王的宝座，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成做伊的宝座。然后，咱讲基督是受我油的君王，用伊的血来成做迄个油，抹伫伊的身上啊，顶伫十字架顶的。耶稣谦卑到伫迄个十字架顶，伊无讲我无要受这个苦，伊讲主啊，若会使你将这个杯摕掉。然后伫迄个中间咧，大部分王咧安怎？王若咧登基的时，受足侪恶乐的歌。但是伫遐，逐个拢是啊，伫遐来甲踢笑，伫遐来骂，伫遐讲，你若是讲你跳落来啊，伊讲我喙干就摕醋去互你，等遮个，用遮个辱骂、讥讽当作耶稣基督，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个颂赞的词汇。所以咱看耶稣，伊的性命到安尼。今日大家看有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的第2章的60到80节。今仔咱的经文直接有60到70节咱来当来看而且伊讲，伊本有上帝的形状，但是伊无掠家己甲上帝平等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萝卜的形状，成做人的样式，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伊就屈嫁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顺服到伫死，然后屈嫁家己，摒空家己，注意安尼来成做伊谦逊的模样，互咱通学习。
兄弟姊妹，咱检差无需要屈价到死，总是你愿意顺服无？你愿意领下家己无？这个家己就是谦卑，知影讲咱有当时咱的本性，吼，他拄仔祈祷会说出来，咱家己有诶人无好，无有啥物通夸口的，总是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愿意伫你的面前，我愿意来谦顺，主你来引带我，互我伫你的面前，不时会当有满心的圣志。最后，耶稣讲，恁着担背我的担。有诶汉字讲担我的担，担我的担，讲做成咧念绕口令吼，就是背我的担，背我的担。甲拄仔讲过，迄个担就是牛担，做牛，爱犁产，一定要有迄担才会当控制。所以那个恶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负的，但是我们绝不要去担迄个世间的担。咱就爱来担住互咱的担，然后迄是合用的、合用的，伫即个中间讲背伊的担，背伊的担。耶稣所背的即个担是啥物？就是来到这个世间啦。伊原本是甲上帝同款，三一上帝，伊是神，起初就伫即个世间，但是伊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伊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然后伊互迄个道会当来诚侪看会到的、摸会到的，然后伫咱的中间，诚侪救赎人的最后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兄弟姊妹，主耶稣有讲，恁若要跟对我，背起背起恁的十字架，抓起恁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所以兄弟姊妹，抓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耶稣。这是咱必然所行的道路，基督徒所行的道路，千万毋通将伊当作艰苦，因为你若较输我靠主，你就知影你所有一切所经过的，拢总有意思，拢总有意义伫迄个中间。所以时时甲主来三千分，也有一个漫画原本有一个人伊举伊的十字架韩国人背。真欢喜，伫遐咧伫遐咧掠。伊到看着边仔人拢掠十字架，看着兄弟姊妹，哇，掠十字架拢行过啊！伊的十字架，哎哟，哪会遐古锥啦？足轻松的呢，足细支的尔。即个人就看，伊的十字架不止啊重呢，后壁佫拖着涂骹，所以咧行拢安尼，迄个伫个迄支拢安尼，拢涂骹安尼拖，伊就感觉讲，我要行较紧诶。另外一个佫过伊中诶尔嘛，无像我这大机结果伊想着一个办法，无办法，伊就举一支机伊举一支机然后对伊的十字架起掠。就伫遐啦，记，记到较底咧，哇，诚舒心，变做较紧，掠起来就原来，可时安尼足欢喜，就安尼行，结果行到尾看到一个坑坎，伊看足侪人我行过到伊迄个坑坎煞变较开伊怎啊对伊个十字架，伊看逐个拢安尼行过将十字架囥咧就行过，到伊个坑坎变较开，结果伊个十字架囥咧怎安怎？落尾满地深坑，因为伊原本有够长，伊对遐来意调。即个韩国人伊用即个漫画嘛诚趣味，互咱知影。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担无共款，所以我的十字架虽然是拖土，总是伊安怎？将来当我面对着我的生命的挑战的时，伊就是互我会当来行伫迄个顶面到伫迄个所在。每一个人迄个看度无共款，迄个人人伊去到遐，伊的看度是安尼，所以囥落伊就行过。结果到即个人的时阵，哇，伊足轻松的。一直行到遮的时阵，囥袂怎讲无够长啦，去互记牢去，足可惜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有家己的担，有家己的担，是咱的主互咱的，所以咱就来背伊的担，背伊的担。过来，耶稣的担，咱头拄仔讲迄个担是
咱的。过来，耶稣的堂，其实耶稣的堂是啥物？就是愿意全世界人拢会当归向伊啊。所以咱看到耶稣伫最后，最后的晚餐的时，伊有咧伫带伊的学生伫遐开始就一直讲伫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我所做的代志，信我的人嘛要做，而且要搁做安怎愈大。所以我要去到，因为我要去老爸兄，了后恁才信我的人，恁会当安怎做比我搁较大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耶稣爱咱来学伊，就是陪这个担，这个担就是愿全世界拢会当来归主。这个担到耶稣了后受定十字架，到伊要上搁显搁活，然后用伊所有的温度拢有来显现，伊学生拢有看耶稣搁活了后，搁会显回化了后，要上天的进程。伊讲，所以恁着爱去。互万民来称做我的学生，互爸囝圣神的名，带因行洗礼。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恁着爱教示因来遵守。我就要定定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轮回。罗尼亚有气力的一个应允，就是安怎到万百姓的中间去传福音。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心毋通离离，耶稣即个重担就是愿即个世界会当来得救，愿人甲主的关系会当来和好。所以咱看伫耶稣伊找起伊的学生，去到万民的中间，万国的中间，万邦的万族的中间去传福音。尾后咧，伫新约到伫使徒行传了后，咱看巴拿巴就出来啊。保罗原本是无人要插的一个人啊，因为你算老几啊？你搁讲你是耶稣的学生啊，根本算不上，对不对？头仔保罗做的真正是名不见经传，伊嘛做歹势，但是伊实际上伊有经历到圣神的感动嘛，甲主伫迄个灵内底有相通啊，所以知影过来巴拿巴是一个知影的人，伊知影讲保罗真正是上帝所拣选的。伊耶稣的学生，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因就将福音传去，特别是安怎超过犹太人。迄个福音传吼，毋是犹太人的。了后，咱看因所传出来遐个学生，就是提摩太，佮提多继续传福音嘛。到尾后咧，福音安怎来台湾咧？对马雅国、北部马街、南部马雅国来到伫咱遮。兄弟姊妹，伫咱教会126年前进入127年前，福音嘛就伫即个鹿港即个所在开始教导。所以咱的教会，佮你佮我，咱拢需要来担主的担。主的担就是互万民万国会当来称做我的学生。兄弟姊妹，军队主的学生。军队主的学生，毋是干那讲来信我嘛尔。学生是安怎？学生是对伫老师的边仔，一直咧学习的。希望咱伫即个传福音的顶面，咱无辜负咱的主，互咱的引导。所以结论来讲，学亲像基督，咱要学亲像基督。来到伊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搁来咧，学亲像伊的谦逊，学亲像伊的温柔，到尾后会当担伊的担，伊的担，陪伊的担，伊的担。保罗有甲咱讲，恁若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亲像像基督。像基督的意思就是，甲咱亲像将基督亲像一领外衫，来拍落去，来穿落去。其实这就是上界彻底的方法。兄弟姊妹，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咱这个人换做一个新的人，其实内面还佫有旧的我伫遐，敢是呢？还佫有旧的我，这咱绝对爱知影，毋是讲我今仔日洗礼，我这个人就当变做一个完全新的人，无啦。迄个内面的旧的我，定定会佫压起来，
迄个旧的圣地，迄个歹脾气，哦，迄个怨愤，常常伫遐是有一个咱所谓的天人交战，伫遐咧冲突，总是咱不时就爱听耶稣基督互咱即个义的衫来穿好条，毋通转去，就全吊伫遐。然后要来到见到基督徒，要来到礼拜堂，然后对迄领衫搁甲穿起来，毋是啊，爱来穿的，穿伫咱的内面，诚做一个提醒，诚做一个身份，诚做一个知影讲，主啊，我是属于你。然后伫即领衫的内面，咱嘛知影内面有我旧的人啊，但是原即个旧的人安怎，渐渐会当来完全顺服，完全顺服伫主的面前。哥罗西书第3章的第9节到第10节讲，恁已经脱去旧的人甲旧的行为，就是恁的旧的习惯，穿新的人，新的人毋穿的，拿衫穿起来。所以咱即个新的人伫在目的顶面渐渐换新，就是照上帝起初所创造咱的，是会换新的。所以啊，姊妹，你假使若无穿即领新的衫，咱无才了换新，咱捌主的知识嘛无才了来更新啦。换一句话讲，咱就是一个旧的基督徒，咱就是一个旧的人。所以咱只有学亲像基督，咱才会当来换出基督，也互咱的生命会当哪来哪成长，互咱无停止。求主帮助咱拢要安怎？咱拢要进步。咱拢伫咧进步的中间，无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世间无有一个人会当无我靠主，就会当来成长，就有迄个新的生命，只有我靠主。愿主帮助咱三个来祈祷。因为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信心，互阮知阮的本性。不过是有的垃圾被砍去。主啊，若是无你，阮毋知要安怎伫这个世间。主感谢你，赏赐阮的愿望，赏赐阮有一个新的人，阮这个旧的歹性的受气、怨愤、诽谤、爱讲垃圾话，拢无伫你的面前存在，互阮遮会当来渐渐离开，离开阮即个人远远。主啊，愿你即个义的外衫穿伫阮的内面，互阮恢复更新，亲像上帝起初创造的水。愿你带领所有的兄弟姊妹伫你的换心内面，互阮每一天拢要经历到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守约是仁爱的主。主啊，阮的心在讲，愿阮哪来哪亲像你。虽然有罪恶的捆绑阮，虽然有病痛的苦楚阮，总是阮的心向你讲，主啊，我要追求你，我要哪来哪亲像你。愿你甲阮三个弟弟，直到世间的路尾。安尼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个来读信息，信息第127首，信息第127首，伊若无人互罪苦楚，他起哩Oh
同
中央台大原报媒指出，运输费预计将会补助700元，补助700元，火箭参加为1亿旅程每天，按照全部是报名，按照这个表量。来的时候，他跟着委员干的过程，应该都来的，补助将管别的干的多。第二个非常这个帮到为平衡加上港来改的方面。第三点，旅行天看安尼看这来的精神省略，弟兄有华为国野剧员蔡景涵、苏维坤、张安义有一封要圣旨这一国，因为潘汉丽、夏丽玉、谢金满、林美华、梁桂花、谢淑贤、王小华、张淑珍、林世才、郭立律师。我们个地方这里该用委员欢迎，特别过程后者双年团系现金和领地等现金红弟兄。好，咱今仔日我才无接到讲有新朋友吼，总是我看到凡善的先生谢先生来到伫咱的中间吼，咱来欢迎的有一位叶志仁先生、叶继仁先生来到伫咱的中间，叶志仁先生，欢迎咱来欢迎因为叶志仁先生伊就是星期三对美国回来叶亚萍姊妹的爸爸啦伊通过亚萍，伊讲伊有一寡衫裤要送互咱的喜乐市场就爱美丽会当来理的所以而且因为伊送的物件遮大量我有做一个感谢状来送伊过去嘛做成衣所以嘛拢送互送互学校啦分开国小顶顶安尼所以咱请迄个叶生来你来讲来头前我这感谢状也谢谢他啦虽然伊还未伊是福音朋友啦总是伊的查某囝规日教会叫伫美国嘛拢有教会的来咱感谢主愿意来到这个上帝的属
Bian. Oh.